法蘭西有聲好書推介。今集嘅情緒價值講下底線啊！講咩嘅底線？當然係人同人之間情感嘅底線啊！呢一個呢，通常都係一啲人類經常都會犯一啲嘅錯誤啦，即係同另一半之間嘅一啲嘅位啦。咁講嘅係點樣呢？咁佢係講到敢於設底線嘅人先至能夠掌控關係。只要對方出現忽視你、輕視你嘅感受等等嘅行為嘅時候，你就必須讓對方清楚知道你唔接受呢一切。你呢一種嘅表達就喺度表明緊自己嘅底線，而底線嘅標準係因人而異嘅。呢本書同你講，你必須有自己嘅底線。底線就同字面意思所表達嘅嗰樣，係最低標準。如果對方連最低標準都達唔到，咁你哋嘅就可以直接唔使傾啦。就例如係你嘅另一半總係中意同其他人搞曖昧，你必須及時勒令佢終止自己嘅不當行為。你呢一啲嘅嚴肅嘅制止就喺度表明緊自己嘅底線。如果對方對你嘅底線置之不理，咁樣你哋嘅關係都可以結束啦。當你想要維繫一段長久穩定嘅感情，對方卻抱住一種玩玩下嘅心態，俾唔到你想要嘅關係嘅時候，你就要亮出自己底線。你需要俾對方清楚咁樣去知道邊一啲係你唔接受嘅事情。一旦對方出現越界或者唔配合嘅情況嘅時候，你必須有放手嘅勇氣。呢一個係一個成熟嘅人所應該具備嘅最基本嘅能力。亮出嘅底線之後，無論對方係珍惜你定係離開你，你都係贏家。如果對方更加珍視你，咁樣你就會收穫更多嘅尊重。如果對方離開你咯，咁樣你就喺度及時止損。你嘅底線必須係言行一致嘅，底線淨係有定係唔夠，你嘅底線係必須係真實嘅，唔能夠只限於口頭上面，更加勇於執行。有啲人所謂嘅底線只係一種虛張聲勢，係無效嘅煙幕彈，嘴上面話自己有雷區，但喺自己嘅底線被踐踏嘅時候委曲求全，一面懊惱，一面又唔捨得做個了結。呢一種唔願意放手嘅妥協，只會讓到自己越發被動。如果你唔係真心決意離去，只係將分手呢一件事情作為一種威脅，咁樣對方好容易就會睇穿你嘅伎倆。你虛假嘅底線會淪為一種無理取鬧嘅造作，對方喺識破之後會越嚟越覺得你好 cheap 啊！你必須有嗰種捨得離開有害戀情嘅認知，唔好將離開變成一種表演，唔好將呢一種話時時刻刻咁樣掛喺嘴邊。底線係由言語同埋行動一同構成嘅。語言指嘅係你要講清楚自己嘅禁忌，要明白咁樣去到話俾對方自己唔接受點樣嘅對待，講得越詳細越好。如果你唔認真對待，咁樣對方都唔會認真對待。行動就係指如果對方唔去約束自己嘅行為，而且持續咁樣侵犯你嘅禁區嘅時候，你必須轉身離開，絕不能夠拖泥帶水。呢個係保存自尊嘅做法。你嘅行動係必不可少嘅。如果你嘅底線只係得個講字，而從來都唔付諸行動，對方就必定會覺得你好拿捏啊，認為出現問題之後只要簡單咁樣氹你一下就夠啦。之後佢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咁樣傷害你，因為傷害你佢根本就唔需要付出咩嘅代價。你嘅行動缺失會大大降低對方嘅犯錯成本，你都會因此而變得越嚟越冇底線，最終徹底失去主動權，從而陷入被動卑微嘅境地。你嘅忍讓係讓到對方持續怠慢你嘅動力，所以唔好忍讓。你嘅底線必須係明確嘅，必須俾對方為到自己嘅錯誤嘅行為付出代價。以下落嚟咧就會係列出一啲嘅千祈唔可以觸碰嘅關係底線。第一，忠誠係第一嘅原則，唔接受背叛。第二，暴力行為只係有一次同埋無數次，對暴力係絕對唔容忍。三，唔與前度聯繫，唔攞現任同前任對比。第四，充分尊重對方屋企人。第五，唔冷戰，唔翻舊賬，就事論事。第六，唔將分手離婚掛喺後邊。第七，堅決杜絕語言暴力、行為暴力、冷暴力等所有暴力嘅行為。而呢一個呢，就係所講到嘅底線啦。有邊啲底線你可以觸碰，邊啲底線唔可以觸碰。最緊要係咩？你自己要有底線啊！呢本書話俾我知，其實真係好重要㗎。呢一課書對我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學習啦。咁樣，因為有時候都會覺得
無限期咁樣去到遷就對方啦，即係啦，依附對方啦，唔緊要啦，冇所謂啦咁樣。咁其實對方就一嚟啦，佢唔會清楚到你其實你條線去到邊呢咁樣。咁第二就係你個人越嚟越冇底線嘅時候，俾對方侵犯咗你嘅底線，你都唔知道。最慘係嗰種，其實呢種係好無奈嘅一件事，即係但係你自己唔覺得喎，你唔覺得對方係穿越緊你嘅底線，你就覺得啊冇問題啦，唔緊要啦，愛係咁噶啦咁樣。咁呢樣嘢就係哇，越嚟越將自己嘅底線越撳越低，因為真係呢個都係好好嘅學習，就係你要學識尊重自己啊。係啊，呢個都係好多我諗男女之間即係唔識拿捏嘅位，就係咁樣，即係一啲位就係會覺得一方遷就另一方咁樣，呢樣嘢就係愛對方嘅表現啦咁樣。咁但係其實愛對方得嚟，咁都要有自己嘅底線，都要尊重自己噶。你唔尊重自己，對方點會尊重你呢？咁樣咁呢個講係好容易啦，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學習啦。咁樣咁所以就呢一個要有一個健康嘅關係啦。咁樣咁所以就係一定要至於底線嘅，你先可以攞翻個主導權啦。即係唔係話你要贏對方，但係你要有翻一個基本嘅底氣啦。咁樣咁所以就呢啲嘢即係有時候即係。講係真係好容易㗎，喺度講，但係真係做嘅時候又係點樣嘅一回事呢？咁樣咁所以就要俾對方知道，你要行動去話俾對方知道。假如你係覺得對方唔可以遲到嘅咁樣，咁你因為愛佢而令到委屈自己，你覺得冇問題啦，等3個鐘都冇問題啊咁樣，咁對方就會覺得冇問題啦，對方都冇表達咁樣，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一定係一個唔健康嘅行為。咁就二就係其實你自己覺得唔得，對方係要咁樣做嘅時候，你唔覺得辛苦嘅咩？呢樣嘢都係對一世嘅喎，呢件事你唔係對一時之間嘅喎，咁所以就係大家要將個底線，即係如果尤其是我諗係男人啦咁樣，對於我哋啲男人嚟講呢，就真係好容易會覺得冇乜所謂啦，唔緊要啦。但係今日透過呢一個 chapter 話俾大家知，每一個人都設個底線，無論你聽嘅係男都好啦，女好啦，其實都一定要有自己底線。呢個係一個好嘅提醒啊！呢個係好嘅 chapter，底線每一個人都要有，無論係愛情或者係友情、親情都一樣，適合喺任何關係裏面。雖然呢度講到感情裏面。以上書本係嚟自情緒價值，下集再傾過，拜拜。